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火子，恁的网络好厝边，是毋是有一时啊无看？应该有。咱顶回开台是啥物时阵？先甲大家小姐问好啊。创啊，这暗暝环境哥，一头六个只暗暝环境，搁有阿玲暗暝环境啊，顶回开台是毋是拜二啊？敢是？啊，记得有够歹。托莫，我是毋是叫你托莫？等下我看一下哦。托莫暗暝环境，你来。搁有三处风暗暝环境你来。环境啊，今日要来讲安怎避免公关危机，无毋对，就是避免延上，哈哈。开始想怎么在留言区示范延上，不行啊！你如果留会被我 ban 的，你就会被我 ban。呼噜同学暗暝环境你来平安啊！食饱未？大家食饱未？应该拢有食暗顿啦吼，即摆已经暗时10点左晏。顶届开台是含你，是拜一啊，拜一啦，毋是拜二啦，咧讲啥？啊对啦，拜二我无开台，拜二我规工拢咧加片，我想起来啊，规工拢咧加片就对。啊，选暗暝环境你来，因为我个人会记得拜二做忝，袂记得是咧忝啥，啊，原来是咧加片，是的，哇，险啊，要烧起来，无啦，应该是袂安尼就烧起来啦，应该袂啦吼，今日吼就是嘛毋是最近，应该是一直拢有，就是大家若是有定定咧看 VTuber 吼，应该是。定拢看会到有人咧公关危机咧倒火是今日吼都想讲，大家若是想要出道可能就会需要知影讲安怎来避免你烧起来，来避免你发生任何公关的危机所以今日就要来甲大家分享，就是阿火平常时拢会去注意啥物款的美角就对就是阿火平常时间会注意啥物美角啊，用做啥物代志，搁会避免做啥物代志就对啊。讲伤济紧来讲到今仔日主题对啊，小等大家若是有啥物，这都老规矩啊吼，就是大家若是有啥物想要问的，还是想要讲的，想要分享的，想要吐槽的，拢会使直接讲哈，直接伫开讲室，直接留话就好好来今仔日要来讲阿火在意啥物？惊讲我敢会烧起来会啦，要是会啦。虽然我平常时有时看起来较歹对无？毋过我先讲有时看起来较歹，可能会甲一寡人骂着这虽然看起来是要安怎讲？这甲公关危机是无共的意思呢。公关危机也是讲延上通常是讲你做毋对代志。你做毋对代志，就互大家骂，因为你欠骂，你就互大家骂，这或者做我理解的言上烧起来是即种意思。我有时讲话较歹毋过我讲我无讲毋对，这我讲这毋是公关危机，我讲公关危机就是你若做一寡代志迄其实毋是你要爱的效果。我讲这是重点就是你若是讲一寡话。也是做一寡内容，结果互骂。毋过这其实毋是你原底想要爱的效果。这个时阵你就危机啊！这叫做公关危机。这是因为你的公关能力，可能无够好。致使你原底其实无要互骂，结果你互骂，这叫做公关危机。毋过若是你做清楚，你做清楚你咧创啥，你就是知影讲，我今仔日。就是要安尼讲话，我就是要听起来足歹。毋过你知影你讲的你讲的内容，你理路是有通，你简单讲，你冤家可能冤会赢上重要的是，你知影你咧创啥，你知影你咧讲啥，这原底就是你要讲的话。这个时阵我就讲，这可能无算公关危机。我讲这是有淡薄仔争吵。主创多谢主创讲了，足久无见。感觉敢会无去，像我袂晓唱歌，多谢主创的讲了，开台辛苦啊，欢迎你来，
欢迎主创甲主创的观众朋友做伙来，大家好。我是火子恁的网络好厝边平常时开台就讲一寡台语，佮有一寡543吼常常拢是用台语咧讲一寡543就对啊，欢迎大家来，欢迎讲咯，欢迎，你知讲话什么意思？这像观光危机，观光是观光，公关是公关，哇，鸟味果水暗蛮欢迎你飞过来啊，欢迎你来，欢迎对吼，掌声鼓励，谢谢各位鼓励，好烂哦，谢谢各位鼓励来看我的台，掌声鼓励，多谢大家，各方阿曼欢迎你来，啥物规矩？单我迄个文音较袂晓，单刀赴会下，我甲迄个三国较无遐熟吼，莫考我济好无？好来，安尼拄好，迄个恁来啊，拄好会当来开始真正咧讲重点啊。对，头拄拢无咧讲重点，是的。原来是200，这安尼读。原来是220年观光湿地卖城，敢是卖城？我历史无好，历史无介好，无咧。这可能讲袂出来，多谢。有一个配上这是啥？这个我冇听过。好啦，转来，愈看愈远，讲重点。来，先先到后一页，无拢袂进入咱的主题。对，我那个这叫什么？跟不出德告示这个系列就是主要讲台语啦，因为我想说，就是这些知识呢，我只想要讲给愿意听台语的人听啊。如果等一下大家有真的听不懂，可以在聊天室讲一下啊。那个各位观众朋友，那就较核心的，也在到欢迎啊。如果有愿意帮忙翻译的，可以帮忙翻译啊。如果没有，那就没有，我也不能怎么样。好，来，后一页，不是主题，卖个主题啊，家己跑好不好？避免公关危机咧，咱先来看头一种，就是大家若是有咧看 VTuber 的 Twitter 啊，无一定 Twitter， 若是有咧看 VTuber 的，好啦，就 Twitter 看到应该较济，虽然即摆好做 X 吼，或者大家应该定看会到的一种吼，就叫做两边咧对骂，对骂，敢是对骂还是对骂？对面无问题。今日主题听大家有影无？是咧煮白茶对啊，想要啉乌龙绿茶，家己去买，这我无多。对，我要讲啥啦？我要讲迄个上接看到的吼，就是即种两边对骂。这种两边对骂讲较白，我感觉对你其实无好处对。就是咱咧讲，今日要讲是迄个避免公关危机。啥物叫做公关危机咧？其实我感觉就是所有对你的这个 VTuber 这个口罩，对你规的这个频道的这个形象无帮助啊。可能互你看起来就是形象会变较歹的，这所有的行为拢算是公关危机所以啥物意思？就是你若是甲别人相骂的这个内容，你若是抛出来，你若是讲出来，互大家看你得爱注意你得爱注意，你来讲这个代志，对你家己的形象是好还是歹？若准对你这个人的形象。敢若有迄个，敢若有歹的所在，完全袂互你的形象变好。这可能你就无一定爱破这种文，你若看到两边对面，你会去看由来的。我尊重你的言论自由，你要创啥是会使，迄是你的自由。芝麻暗安欢迎你来，欢迎啊！今天也是讲台语比较多吼，所以如果听不懂就可以问聊天室的其他人，或者是如果家人有会的话，可以请他来帮你翻译，也许可以。讲到倒位，
对对，上接看到即种调好的方式，就是两边咧对面，可能就是 VTuber A 加 VTuber B 咧冤家，大家伫迄个 X 伫 Twitter 就会看到即两个人，可能咧互相咧写字咧对面，即种应该拢定看会到，嘿，好要安怎讲咧？头拄仔有讲嘛，就是若是做即种的写即种的内容有可能互两边的形象拢对方无重要啦，对方无重要，就是你伫 X 还是伫 Twitter 顶面甲人冤家，可能对你这个人的形象是互你形象变歹的即个时阵有啥物物件爱注意咧？你是淘米团子，我要安怎甲你叫？我敢会当叫你淘米，我敢会当叫你淘米。淘米暗蛮欢迎。咱即个系列拢是讲台语较济哦。好，讲到倒位？对，好。所以咧，大家可以OK， 好，淘米欢迎啊，来。所以咧，我讲这代志大家要注意唔好做啥物代志唔好做。头一项就是伫即个情绪之下破文，因为有时我简单讲比如讲迄个，比如讲你委托画师甲你画图，画师就是绘师比如讲你委托画师甲你画图，结果恁即个委托有纠纷，有纠纷有纠纷。你著甲迄内容全部拢抛出来，拢写出来，这看起来有可能对你的形象是无好哦。是安怎安尼讲？因为有时网络顶面咧看这内容的人，因袂看甲遐深，伊袂真正去想讲你是有理也是无理，伊著干那看着讲这个人哪会一天到暗咧共骂啦。伊若看到一个人就是一天到暗咧共骂，结果拢无破一寡家己的物件出来的时阵。伊可能就会讲，这个人就是无聊，无聊安尼，所以其实我讲看起来是无介好，因为你破文的时阵，若是内底有情绪若是你的用词有做者情绪的内容，就算你原底是有理的，迄看起来嘛变做无理的，所以咧，上头一项爱避免的，就算讲真正是你有理你真正要甲大家讲，就是这个人有问题你要迄个讲互大家知嘛是爱注意，嘛是爱注意，你袂当伫情绪之下来破文，我应该安怎甲你叫啊？你互做敢是 Creoles， 欢迎，我有看到你有入来我的 Discord 对吧？我知影你会晓一寡台文，欢迎你来啊，暗曼 Creoles，真重要啊！就是有一个人，伊就是会伫做生气的时阵，伫这个情绪要做这个情绪的时阵，就破文这做害的当然有时你可能嘛是感觉这个代志需要袂当拖伤久，就爱甲讲出来若准真正是安尼，你会当安尼做，你会当安怎做咧？若准你有 manager 就是经纪人，若准你有 manager。你会使请你的manager替你把关一下，替你看一下，就是看讲，我今仔日破这个文，到底敢会有问题？敢会迄个有可能讲毋对的所在，还是变做是这个无意义的对别人这个人身攻击的这个部分，会使请一个，毋是请一个，会使请你的manager甲你斗看。若准你无manager你嘛会当请迄个你较会当信任的朋友甲你斗看。若真正拢无若真正你无manager你嘛无朋友，那会遮可怜。无啦，就是无朋友会当替你斗看的时阵，上无你著真正迄个内容写了你著先甲囥咧，先莫抛出去。你著先冷静了后，莫靠，毋是咧讲你，你著先冷静了后。再来对这个代志做你的，就是回应，安尼是较安全啦，无朋友太可怜，大家拢是，这开讲是大家拢是朋友啊，敢是毋知影，好，等下我先啉一下茶，
阿会笑你阿会笑恁无朋友无妈呢，啥物拢无。我哪有安尼讲？我哪有安尼讲？嘿，恁有来看我的台啊？就算恁啥物拢无，恁要是有来看我的台啊，对无？哈哈哈哈。好啊，对，反正就是你伫迄个做有情绪的时阵吼，咱人拢是安尼，咱人做生气的时阵，吼，就是真有可能做一寡讲代志。哦，你可能就会讲一寡无应该讲的话。哦，比如讲，原底你就是有理的，啊，毋过你可能伤过生气，啊，你就会讲一寡较过分的。哦，头拄讲人身攻击的部分。哦，马子弟阿曼欢迎，欢迎你来。哦，啊，可能就有。你若是有讲即款的话，吼，讲攻击，哦，可能就会互你原底有理变做无理，嘿，安尼就输了，嘿，就看起来大家都看起来就感觉你这个人形象足歹，哦，所以尽量卖啦，尽量卖，无万呢就卖当问，对呢，有理，你讲的，有影，对，杨美国是讲的对呢，就是对啊，你若无万呢食，你就上无问一下 AI 哦，请伊甲你倒看，讲即个我讲这个内容，敢会有啥物问题啊？伊可能就会甲你讲，虽然我知影有个人用 AI 的方式，就是家己想要骂人，啊，毋过无在调工，骂甲叽叫，啊，就叫 AI 爱甲伊改做做歹，嘛是有人是安尼用 AI 啦，啊，我无建议，我真正无建议安尼做，有做懒人包就做加分呢，就互大家较好读啊，较好理解。CD，你若真要整理一款你若真要整理一寡内容，吼，别人对你做啥物足无好的代志，啊，你真正爱讲互较侪人知影，啊是你要甲讲互清楚，甲你家己保护的时阵，有影做一个懒人包真正是较好。懒人包就是袂当伤长哦，有的人的懒人包是10页的，我就想讲10页他会看会了，现在大家尽量用较短的，对你较好啊，毋是为着我啊，对你较好啊，对你较好，别人较愿意看，有时伤过生气的时阵，拢会走去甲 AI 开讲，袂歹，就是 AI 伊是机器嘛，伊也无感情，所以伊迄个接收你的即个较无遐好的情绪的时阵，你应该嘛毋免烦恼讲敢会有人就是因为安尼的迄个，互你画着迄个无好的情绪，有影，袂歹啊，迄个朋友较济拢关药，安尼你有一阵做好的朋友呢，逃避讲啥？但是 AI 的迄个回息的文拢做无，拢做迄个，是啊，有的人迄个特别回息的时阵，迄个。抛出来的文，你一看就知影迄用 AI 写的，就感觉做无诚意。真正卖。Creos 讲爱会晓分辨啥物爱讲，啥物毋通讲。是，简单讲是安尼无毋对。你若迄个伤过受气，你迄阵你可能头壳无遐清楚，咱受气就是安尼。你迄阵无法度分辨，你着小等才来分辨，你着等你气较消诶。较无遐受气的时阵，再过来看卖，看你写的物件敢会有问题，安尼就知啊。无建议直接用 AI 生任何的即个声明的文，是。毋过你有情绪的时阵，就会当请 AI 甲你倒看，是。对。嘛，这里讲的嘛是重点，就是你尽量冷静，上好是莫放伤侪情绪伫内底，你就是讲代志，对，你就是讲代志就好，莫讲甲迄个其他。其他是啥物意思？比如讲，我感觉我混这人足久啊，我看伊袂爽真久啊，这莫讲，这对你完全无好处，莫讲。你就敢若讲迄个发生啥物代志，迄个人对你做啥物代志，伊做即个代志可能互你有受到啥物款的伤害，即种的会当讲，你就讲代志本身就好，是安尼无毋对。好，过来第二项，我讲袂当做的，就是毋过有看到做侪人安尼做，就是公开即个对话掠图对话截图你公开这对话的掠图有上基本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伫大多数的人即个共识，伫大多数的人的共识内底。
你无经过对方的同意，就把迄个私信的内容公开出来，应该伫大多数人的认知内底拢是足无礼貌的哦，拢算是一个无礼貌的行为吼。所以咧，你若甲遮个对话掠图抛出来，你就已经先输一半，你就已经先输啊，因为这有可能的。感谢你的爱，互我感动甲强要哭出来。哇，等下，感谢阿酸的囝父。我先看者，伊太个无掠着，歹势，小等者，我看着又跳出来，小等，太真好，佮要请我食暗顿啊，感谢阿酸的囝父，怎么有人偷4000订阅啊？恭喜！顺带一提，会带室友看阿慧的台语台，真不愧是台语负责系，谢谢。多谢阿酸的200块，多谢。你嘛会当带你的迄个室友来看我的强逼出道教室，叫你的室友做伙出道哦，哈哈。至少跳出来上次他们，绿界还是会进步的。谢谢绿界，我爱绿界，请继续保持。谢谢绿界。哇，英语之对不对？我应该怎么叫你啊？干嘛当叫你阿雾啊？雾就是迄个羽毛的羽，干嘛当叫你阿雾欢迎啊，欢迎你来。想要跳出来是，哎呦，多谢阿川大内是啊。要烧对方的时阵嘛爱设置，莫互对方迄个掠着、脏着你的这个色哦，是无毋对啊，佫有无爱袂当违法，真正的，谢谢大家一起看他，请他们一起出道啊，可以好，阿雾啊，欢迎啊，好，讲到倒位啊，讲到迄个啦，袂当做的代志，第2项就是对，通常迄个。公开对话掠图敢有犯法？这我有淡薄仔无确定，我真正有淡薄仔无确定，犯说无一定。若是你甲伊的名藏起来，甲伊的相片藏起来，应该有可能是无代志。毋过，今日要讲的是这个公关危机。你的形象的问题，伫大多数人的这个认知内底，你无得到对方的同意，就公开恁的私信，应该算是一种无礼貌的行为，所以迄个规个迄个方向，规个迄个方向，你就已经输啊，你会先输一半，所以我是感觉无啥好，若是有即种类型的，要安怎讲流量？那是真正有发现即种，那是你做即种代志，真正有得到一寡流量吼。我甲你讲，即种流量吼，袂久长，因为想要看人冤家爱看即种的吼，因就是要来看闹热的，华语讲啥？讲吃瓜的嘛，就是来看即个闹热的，伊毋是真正对你的内容有兴趣的人，所以真正无建议吼。头前讲的2项拢是，就是真正无建议你伫网络顶面甲人相骂，嘛真正无建议迄个做即种公开对话的掠图，真正冤家即个贴破面的即种，真正对你经营你的频道，对你经营你的 VTuber 的形象，真正无帮助，真正无帮助，对啊，真正做无礼貌对啊，但是烧了无够会用得出，莫后壁讲，后壁个的时阵，我都当做物证安尼呢，这我毋知。这个法律都毋是我的迄个专长，所以真正爱去问真正知影的人。那像伫法律顶面是会当公开，只要你是当事人的，只要你是当事人之一。原来，毋过伫道德顶面是无啥好。对啊，就是法律犯法律。毋过若讲公关危机都毋是你有犯法无犯法的问题，就是你做这个代志，互大家看起来就是你有问题你就害啊，别人就会迄个扣分，就会讲，这个陈阿慧伫这个2026年3月13号的时阵破这啥物文，这真正是他有这种 VTuber，伊就会写伫伊的这个博仔内底，伊就会甲伊的朋友讲，大家就会感觉讲阿慧是一个足歹的 VTuber，法律无问题，毋过道德顶面就会方面了解。
啊，你有在场就会当录音，无算是偷偷啊。了解，原来是安尼啊，原来如鸟。好，嘿 ，OK， 啊，过来吼，第三种吼，哈哈哈，第三种吼，我毋知影是安怎有诶人要做即个代志吼。毋过咱若是徛伫即个公关诶角度，你若是有公关意识，就是讲你知影你诶即个 VTuber 诶形象，照理来讲是爱甲即个形象照顾诶，你应该都袂安尼做啦。毋知影有一寡人是为着要爱吸引即个，毋知影有诶人是为着想要爱有热度。想要爱互有讨论着你，凡是有诶人诶目的是安尼，想要爱互人讨论着你，是有诶人就是真正就是单纯啊好耍，我毋知，毋过就是嘛毋是讲最近啦，就是一直拢会有即款代志就是有诶人就是会做一寡为着搞怪，就要来搞怪，无意义诶搞怪，这都有做侪种这都有做侪种。比如讲，就是无代无志去搅扰别个主播搅扰嘛有做侪种嘛。比如讲，你着伫人诶开讲室一直讲一寡甲迄个主题无关系话这嘛是一种搅扰也是斗一寡奇奇怪怪，互人看着心情会足歹诶名堂。华语有讲梅花糖嘛，就是互人看着心情足歹诶名堂这嘛是一种搅扰啊。佮有啥？佮有迄个你岛内你着留一寡奇奇怪怪诶留话。别人要甲你感谢嘛毋是，别人要当做无看的嘛毋是，尤其你若是迄个岛内寄付的时阵，敢若10块，其实嘛无偌济，毋过你着留即个奇奇怪怪的留话，你是叫别人要安怎处理，佫有别种的佫有另外一种搅扰就是足济 VTuber 拢会有迄种投资马子，或去讲图代嘛，即种的，有诶人会想要伫别人，这会当讲是 call in 的节目。有诶人会想要伫 call in 的节目内底调讲讲一寡袂当放送的话，互人的频道无去。这嘛是一种搞怪，才会使直接开始算迄个个人原行为两项选一项，无啦，无即个安排后回会当考虑看觅。这搞怪的这个步数有够济好啦，做即种代志会安怎呢？咱徛伫公关的角度。别人看着，敢若你是一个足奇怪的人，别人都无想要甲你斗阵，对啊，就搞怪足皮一下，就是搞怪嘿，对我要讲啥咧？好啦，若阵你真正感觉安尼做好耍若阵你真正感觉安尼做好耍，你有耍着，你有耍着，毋过这是有代价的你有耍着，你可能耍的迄阵足爽的。爽了你是爱付出代价有可能是啥物款的代价咧？比如讲若阵你这搅扰的行为通常头拄仔讲到的这种搅扰的行为，有足侪种拢是别人会知影你是啥的啦。比如讲你伫开讲室留话还是讲你斗迄个岛内寄付还是你 call in这种的拢是人就知影你是啥。所以伊可能会当公开甲你烧，伊会使公开破一个文就像头拄仔嘛，这里讲的整理一个懒人包，别人就会当看着讲有即个佮继续讲啥，讲阿慧，别人就会看着讲啥物阿慧竟然做过即种代志，哇救人就会当叫大家避雷，就叫大家莫接近阿慧，所以你后摆就会无朋友，有可能啦，这是其中一种代价。你会感觉这无啥若是你的行为若是有犯法的时阵你可能就通好举办这个线下的见面会、线下见面会，恁就会足有关系，恁就有法律上的关系咯，恭喜毋过通常较要安怎讲？通常迄个技术较好的搞怪。通常技术较好的搞怪拢是会踏伫迄个无犯法的迄条线顶面通常可能是无法度用法律对你安怎啦毋过咱今仔的主题是讲避免公关危机所以你若是对避难所无一定会顺风是无毋对避难所有时因的价值观甲咱家己的价值观可能无共，无一定啦，无一定。毋过有时
碧蓝色出现的迄个老话价值观，可能甲你原底所想的无共款，所以我感觉袂当甲碧蓝色当做一个足公正的所在，应该是袂使，因为大多数民众无一定是无一定是理性的，无一定是理性的，所以咱判官才有法官，因为袂当互迄个民众转票转来，就决定，哇！感谢三军库塔的降落，欢迎恁来，欢迎两位开台辛苦啊！今仔是两位拢有开者，开台辛苦啊！欢迎恁来，多谢你带你的观众朋友来，是不是要讲一点中文？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伙计，恁的网络好出币啊，后一句都无中文，对啊，我这个系列就是用台语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就是出道到现在为止的一些经验。拢会讲台语也较济啦。如果听不懂台语，可以在聊天室问大家，有愿意帮忙翻译的人，可以帮忙翻译。来甲恁迄个小姐问一下，字作细字的，兔兔阿妈欢迎，佮有小，大家我有看过你，毋过我逐摆拢袂记你的名，安怎读歹势？小天对吧？小天阿蛮欢迎，有雷伊阿蛮欢迎，有三军库塔阿蛮欢迎，有 Titan 泰特嘛阿蛮欢迎，有咸鱼我刚才当叫你咸鱼阿蛮欢迎，有三军库塔我刚刚有打过招呼嘛，阿蛮欢迎恁来。如果我把你的名字念错了，请告诉我，谢谢。讲到倒位，讲到搞怪。太直接拄好的时间讲了，或者就是卖搞怪哦，搞怪通常对你真正无好处，通常都敢若会互你发生这个公关的规矩，你会互别人笑啦，有时候有时你做这种搞怪的代志吼，有时有的人可能就当作你是有状况的人。好委婉，可能有的人都当作你是有状况的人，伊都袂甲你计较毋过有的人较歹啦，有时你就会迄个踢着铁棒，你就会踢着铁棒啊！这个时阵有的人就无遐好食伊可能就会甲你的代志拢讲出来是的，大家应该嘛拢看足济，就毋免讲甲伤清楚是我嘛毋敢讲甲伤清楚，无就变做我公关危机咯，哈哈。好啦，毋过我要讲的就是，虽然一开始有讲到，就是虽然讲咱是要避免烧起来，我们是要避免延上嘛，咱是要避免烧起来，毋过嘛无叫你意思毋是讲叫你袂当对任何的议题出声，嘛毋是讲叫你袂当对任何的事件出声，你若是针对代志，无爱针对人，就事论事你做这个适度的这个评论这是会使的，这是会使的，而且这嘛是对你有好处的，我觉得就事论事的适度评论，有时候对你其实是会有好处的。虽然你可能会得罪一些人，可能有的人就看到你对这个议题有出声甲你甲伊个价值观差足济，伊就无爱甲你看，毋过你若是表达你的立场，你表达你的立场，有可能会吸引到认同你的立场的人，是，就是鸟米狗水讲的，你自己的立场站得住脚，那你适度的表达你的立场的话，你就可能会吸引到一些认同你立场的人。你就会获得一些很认同你，而且可能是会一直想要来看你的观众，对，就是有时候表明立场是一件不错的事。你们觉得这个笑话好笑吗？你们觉得这个冷傲退基佬表明立场免惹麻烦这个笑话好笑吗？其实我不太确定，这种的生气吼，世界拢是，很多 VTuber 都会开这种类型的玩笑。那我其实不确定，拍得很好，对，把他拍得很帅，这是真的当年还行吗？我其实不确定这种笑话会不会冒犯到
同志，对，因为基佬这个词可能啊，对，现在不太好嘛，对啊，就是可能会被解读成是歧视或是贬义的词，这感觉有点年代哈，对，不过也没有很久之前就有很多 VTuber 喜欢玩这个梗吧。你刚刚上好笑，重点不是迄个重点不是迄个基佬这个词 ，OK Krios 刚刚唔好，我嘛是啦，我其實家己是剛剛無介好，對，我其實無確定這種的笑話吼，敢會互真正的同性戀朋友剛剛講互冒犯，我不確定這種笑話會不會冒犯到同志，對，但是呢，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我講比較白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異性戀霸權笑話，對。但是到處都可以看得到，不代表它是對的，不代表它是對的。而且呢，你不開這種玩笑，你也有很多其他更安全、可能不會得罪到人的玩笑可以開哦。那我說更安全的玩笑，可能包含2種意思。第一種安全就是你這個玩笑不會對整個社會或是對弱勢群體造成不好的影響比如說冒犯他就是一種不好的影響，讓他不舒服是一種不好的影響，或是加深一些刻板印象也是一種不好的影響。對，那第二種安全呢，一樣是那個公關危機的角度，就是不會讓你被罵或者是被討厭。要不過你身軀邊的講這些都是假的朋友不過我剛剛有的笑話可能就是真正是那個族群的人較會當講，比如講那個美國的那個這叫啥？美國的黑人。因可能的有一寡詞，就是因互相之間會當用，不過你若不是黑人，你就袂當用迄個字。有時有的要怎講？有的笑話真正是真正是迄個族群的人才會當用的。有時真正是安尼。無你就會紅罵，不然你就會被罵，你就會被炎上。比方說拔火蛇腳，那是因為我隨便你們啊，那是因為我有說沒關係啊，隨便你們。對，但是通常這種比較有侵略性，或是比較你不確定會不會讓人覺得被冒犯的笑話，就最好不要。對，所以咱要講的其實重點就是講生笑要有這個議題意識，要有議題意識。講生笑的時陣，咱真正是愛加讀冊。有做這人就是你剛剛在相片中好笑做咩嘛？就是迄個一個人迄個男性穿迄個鏡頭而且閣是寫着為着這個相片特別做一個 pose 佇遐就做好笑我了解啦，我了解。或者就是你感覺好笑的原因，唔是因為伊甲同性戀有關係，是因為伊為着拍這個相片閣專工用迄個 pose，迄個 pose 本身嘛淡薄好笑，我會當理解。對，我剛剛逃避講的嘛，對自己說是自謙自嘲，自嘲比較可以啊，自嘲通常比較可以，但別人說就可能是貶義或歧視。對，就是我覺得國小至少我的國小老師有教我啦，我不知道大家的國小老師有沒有教你們，就是開玩笑要先，就是不是先開玩笑只能開自己玩笑哦，一律不建議開別人玩笑，因為很有可能會被人冒犯。我們就這就是社會團體跟華語話話語，我不要講話，社會團體跟話語權的反比，用別人角度去看，是 Chris 講的無唔對，就是你愛徛佇別人角度去看，袂當講你干那徛佇家己的角度，家己想家己對，你徛佇家己的角度，家己想家己對的，家己想家己對，不要讓它改水，這個中文怎麼講？就是你只停留在自己的認知裡面，你自己怎麼想，然後你就自己覺得對，但其實不是，你需要用更全面的角度去審視你的所有的行為。你袂當家己想家己對，你若家己想家己對，你就有可能會唔對。對，所以我們真的是要學習換位思考，然後真的是要去學習。我覺得如果你是要做 VTuber 的整個頻道或是任何賬號的經營，你都要可以去站在其他人的角度看，我今天發這個文出來，別人會怎麼看待我？別人會覺得我是一個怎麼樣的 VTuber？ 對，這才是對你的整個公關形象重要的事，不是說你自己覺得講這個笑話很好笑就沒事咯。有可能你的這個笑話會讓別人感覺不爽快。這個時陣若是別人跟你罵，
你袂当讲迄个，这原底就毋是要讲互你听，这是我家己爽的，毋是哦。你若是要做 VTuber， 就代表你想要做一个可能有外语权的人，你想要做一个公众人物，你得爱对家己讲的话负责。所以咧，我感觉这个其实足重要，毋过发现足侪人拢做袂到的一项代志，就是你讲生笑的时阵，你爱对一寡议题，爱有一寡基本吼。我只讲基本，就是唔免做了解，毋过你爱有一寡基本的人物，将心比心。不过自己觉得不会被冒犯的事，不一定每个人都觉得 OK。对啊，我可以举例吗？不知道我觉得最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的例子就是，我真的是随便举例哦。虽然我确实有看过这种事情，比如说有人他根本就不是同性恋，比如说有人他就是顺性别异性恋男，然后他开一些那个歧视同性恋的玩笑之后呢，那个有同性恋就是被这个玩笑冒犯到了，跟他说我觉得这样不好。那这个开这个玩笑的人说什么呢？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觉得被冒犯。哦不，你不是他 ，no no no hell no， 你唔捌体会过，你唔捌体会做一个同性恋伫这个社会生存是什么款的体验？你真正唔知，你卖伫遐，你卖伫遐黑白讲，因为你没办法体会，你没有那种经验，不是你想象觉得 OK 就 OK。对，我觉得这个是对吧？算将心比心。我觉得将心比心的同时，有些人真的是要知道，你没有办法体会，你没办法完全体会一个跟你身份不同的人，在这辈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感受？对，将心比心，有些人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生理男性说什么，我觉得那个月经可以忍一下，可以不要每天换2次卫生棉。哦不哦。拢好你讲嘛，就是我觉得将心比心有一个前提是你要知道有些东西是你不能体会的，有些东西不是你猜、你觉得、你想象就可以的，对，不然你只会看起来很白痴哦，好啦，所以我刚刚这个，这真正是啊，可以说自己是胖子，别人不能说我是肥，我觉得有道理，对啊，这是一种礼貌，没有错，就是可以自嘲，但是对。真的有些人连设身处地的着想做不到，我觉得如果，我觉得如果你没办法体会另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经验，那就不要体会。对，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我是一个男的，我是一个男的，我没办法体会有月经是什么感觉啊。虽然有一些仪器可以模拟啦，对，但是我没办法体会真的有月经是什么感觉，那就不要体会。我的意思是，那就不要随便想象、随便体会，然后在那边讲一些屁话。我是这个意思。对，就如果很难理解，那就不要理解，然后闭嘴。然后闭嘴。对，好，怎么会讲到这里啊？好凶哦！今天是哪安呢？嘿啦，其实有些真正是有基础的礼貌都有够，是的。啊，有的人就唔知影是安怎，就连基本的礼貌都无。啊，这要安怎办？啊，我嘛唔知啊。对，如果没办法理解，那就闭嘴。对，那就闭嘴。所以我重要的是，你讲生笑的时阵，你要有一块基本的礼貌，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做不到如果大家有常在推特上看各种也不一定只有 VTuber， 反正就是各种创作者的发文的话，应该常都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开一些很不行的玩笑。比如说染色体数量笑话不是一个好笑话，真的不是一个好笑话。你基本上就是会冒犯到人，而且不好笑。对不过讲较白的是，不过我刚刚说的这种笑话，超多人喜欢开的，这些人是怎样啊？讲较白的是，咱对各种不同的议题，虽然大家会当去了解这个程度、这个深度拢无啥同。对，就是讲，可能你的观众对某一寡议题不一定很有意识比如说你的观众对同志议题没有什么了解，没有什么感觉，对，那可能你开一些歧视同志的笑话的时候，你的观众不会怎么样，也有可能是就是所有的大众都对这种笑话没有觉得有哪里不妥，所以对，那如果
就有时候吼，这种人都活得好好的，都没事。嘿，有时啊吼，有的人吼，伊就是照三顿，咧讲这款的笑亏，咧讲这款无适当的笑亏，啊，伊也无安怎，伊也无笑起来啊。哦，是安怎咧？可能就是因为伊的观众，啊是伊的这个同温层，伊的同温层，哦，对这种议题拢无知影迄个拢无知影迄个严重性，嘿，拢无知影迄个严重性，哦，拢无知影迄个严重性，哦，可能袂烧起来，可能袂烧起来啦，哦，啊，毋过袂烧起来，即马袂烧起来，无代表以后袂烧起来哦，对不对？对不对？哦，你现在开这种笑话没事，不代表以后都会没事哦，还有足侪中国传过来迄种笑话，对，迄种真正是哦，比如讲足侪啊，比如讲迄个头拄有讲迄个 N word 嘛，就是甲美国黑人有关系迄个词哦，比如讲 N word 这种的笑话，我发现吼，伫台湾真正无啥会笑起来哦，真正大家拢有看到足侪人拢在讲这种笑话，啊，拢无人会感觉安怎哦，啊，毋过这其实讲到底，这其实是咧歧视某一个族群的笑话呢，嘿啊。可能是因为台湾甲美国的这个文化背景无共啦，吼啊，就是黑人对大家来讲，都毋是你平常时伫日常生活会拄到的人，你平常时你的生活内底袂拄到这种族群的人，所以你才无去意识到，你会去冒犯到这个族群，吼对啊。毋过若是换做东南亚新住民，啊，搁来讲这款笑话吼，毋知影敢有人敢讲？呢，蛮确定有人敢的哦。对，就是对，对，蛮确定也会有人开这种玩笑哦。因为有的人吼，就是对啊，就是迄个年糕，嘿啊，都无好笑啊。就是我唔知呢，就是有足侪人就是讲这款的笑话是会当讲的，甚至会讲可能会互编台是一个足好笑的代志。啊，你敢有想过是安怎会互编台？因为这伫国际上，也是伫有黑人议题所有的所在，这拢是一个足严重的代志，所以伊才会甲你编台啊！你佫毋知影严重哦，真诶也假的，有够这佫较好笑呢，这比迄个哇，这阵代志其实比 N word 的笑话加足好笑呢，就是哇，你拢知影这伫 YouTube 顶面互编台啊，啊你佫毋知影这有偌严重，哇，真正足好笑诶，救人哇，呵。就是安尼。CD 因就是讲，若是甲这个，咱今仔日若是换做讲这个东南亚新住民的笑话吼，真正有人会讲这种生笑。啊，讲咧就发现讲啊，平常时甲你做伙伫开讲室内底看台的朋友啊，反正因兜伊可能爸爸是新住民，还是因妈妈是新住民啊，你就好啊，你就知影你无犯着人啊。啊，迄阵咧，迄阵你要安怎，我毋知啦。回dit吼，讲较白哈。已经有 YouTuber 学越南人讲话，让心里面不舒服了。咱永远拢无欠这种唔知影轻重的、唔知影轻重的创作者吼。啊，毋过伊也无代志啊，对无？做这种的创作者也无代志啊。安尼要安怎？因为其实吼，那是伊的江温站，就是意思就是讲，那是伊的江温站有够高，如果它的同温层很厚，伊若是组织一群这个对议题的意识，佮有这个道德的水准，拢共款足低，会袂中，才会袂中，要是会袂单哦。刚刚用台语讲那个这句真的很难，我用中文再讲一次。如果这个创作者他的同温层很厚，然后他聚集了一群那个对议题的意识非常低落，然后道德水准也非常低落的粉丝的话，这些粉丝会买单哦，这些粉丝会买单哦，所以有的人吼，就真正是决定要行这道，咱嘛是替因无啥物法，毋过我家己吼讲倒转来，咱今日主题毋是要骂人，咱今日主题是要讲安怎避免烧起来，所以咧，我要甲恁讲的是，我个人是足无建议行这个路线，完全不建议，因为你的台若是要做好大。你就一定会接触到足侪无共的人，你就会接触到足侪无共的人。如果你的台要做大，你终究会接触到很多种不同的人。所以，若是你的内容
敢若有遮的较无道德啊，迄个对议题嘛无意识的人才会买单。你的台就做袂大，好，再讲一次，用中文再讲一次。如果你的台要做大的话，你就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那如果你的内容只有这些对议题没感觉，然后又可能道德水准不是很高的人才会买单的话，你的台就做不大咯，你就没办法变大为 VTuber 咯。公开背的是安呢啊。就算你可以成为台湾前几名的大为 VTuber， 我觉得如果你常常在开一些特定种族的玩笑的话，你应该是没办法成为国际大为 VTuber。我们野心大一点，好不好？好，对，阿哥有，人是会进步的，你的粉丝搞不好是在进步的。大众就是整体所有会看 VTuber 的所有弟弟们，也可能是整体是会慢慢进步的。如果你一直只会开这种玩笑，然后没有办法有任何进步的话，这些人会离开你，他们会淘汰你，好不好？他们进步之后，他们会淘汰你，他们会觉得你在讲一些不适当的玩笑，然后因对把这个代志写起来，写起来了就会讲给因所有的朋友知影你说不定会被抵制，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最好不要开得罪某些族群的玩笑。不然，我觉得你被这些族群抵制也是刚好而已。而且你知道吗？虽然我是男生，而且我是异性恋，但是其实我对冒犯同志的笑话还蛮反感的。然后我对那个欠缺性别意识的厌女笑话也是蛮反感的。对，所以如果看到就是你有开这种玩笑的话，我会在我心中的小本本为你亲手打一个叉，但也不会怎样。对，蛮乐观看到觉得社会有在进步，有些好几年前的综艺节目玩笑放到现在来看，大家都知道观念过时的时代要是真正有在进步，虽然无够紧虽然有些真有较慢进步要是无够紧不过有在进步这真正有影所以呢，如果你还停留在那种很过时的观念以及笑话的话，你会被淘汰啊。很够阿蛮欢迎，你来看我的台，今日在讲安怎避免你笑起来。社会道德若是开始进步，方向一个变化就差不多要失头咯，这是有道具哇！对啊，就我劝大家是走的比社会前面一点啦，就是我觉得大家的道德感跟议题意识都可以比整体社会的标准再进步一点，然后对，就免得你被淘汰。对，我觉得稍微比整体社会进步一点没什么坏处啊。就难道你是真的很想冒犯人吗？就不要吧，你有办法不冒犯人，你为什么一定要冒犯人呢？你是有什么奇妙的坚持？头壳细细粒就是淘汰你，什么意思？淘汰你，掠无，好掠无，请迄个提点一下，多谢。好，多谢安尼，好，过来哦。还有一种公关危机吼，我感觉是有足侪人无注意到的，这种叫做慢性发炎。淘汰你。多谢阿玲，我总有一天会开始变阿玲，谢谢。哇，滴滴研究所你好，滴滴研究所阿蛮欢迎，你来看我的台。我今天都讲台语比较多，如果听不懂可以问聊天室，当门开讲时，请大家替你道欢迎。Sandra 阿蛮欢迎你来，头都爱咧美人。没有啦，没有在骂人啦，就是在检讨一些我觉得做的不是很好，公关处理不是很好的 VTuber 的行为我们对事不对人，讲行为没有讲谁。呵，不要紧，小戴应该要是有汤咩？今天伙食好像很火爆怎么会这样？好啦。过来要讲这种或者慢性发炎，什么意思？就是你无真明显烧起来没有很明显的烧起来，无人咧甲你骂，不过咧，其实你的形象已经豆豆咧扣分啊。你看起来无烧起来，无人跳出来甲你骂，不过你的形象是一直咧扣分呢。就是安尼讲，大家唔知影敢听咱直接举例。比如讲什么款呢？头一种，甲这个你 VTuber 的口罩当作是你私人的口罩咧破，无讲袂使
这是你的自由哦，我完全尊重。啊，毋过今仔日是要讲，那是你是要徛伫这个公关的角度来看的时阵，你得爱注意。就如果你希望你的频道，跟你的这个社群媒体的账号，可以经营的形象变好的话，那你还是避免一下以下行为。那如果你不在乎，就不要在乎，对，这是你的自由。毋过哦。头一种吼，啥物好做甲 VTuber 靠做当做你私人的咧跑，就是可能做者情绪本色，简单讲，放了很多情绪垃圾，可能做者情绪的本色，而且这情绪的本色是安怎呢？唔知影的人看嘛看无，哦，比如讲，你就讲迄个啊，那个谁又对我怎样讲了什么话啊？大家都唔是你，大家都唔知影你咧讲啥，完全唔知影你咧讲啥，哦。啊！别人看到会感觉安怎？别人看到就会感觉你是这个无这个专业的形象的 VTuber 啦，嘿，就看起来就没有专业的形象啊。对啊，因可能会安怎呢？可能会甲你不知道会不会封锁啦。啊，不过因可能会甲你迄个静音啊，可能就把你静音了。啊，不是静音连的静音，有人知道静音连跟静音铃是谁吗？2026年有人知道吗？好，不是那个静音，可能会把你静音，然后，或者是就算他没有把你静音，他会把你划走。那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演算法把你的文章推给别人，阿雾也怎样静音铃跟静音点，谢谢哇！大家让我觉得我没那么老，谢谢大家。对啊，就是这种的内容哈，就讲人家。就也没有封锁，也没有静音好了，他就算只是把你划走，可能呢，演算法把你的文章推给别人了，但是他被划走了，没有人要看，不就演算法就觉得你的文章不好看，所以这对你整个演算法都不太好不好哦，买哦，V 加哈哈，想要被哈哈，突然被扣，才12岁就知道静音，不是你有生普罗西卡我知影你有，你有听过 Bad Apple， 你算是很有品味，好不好？阿修罗来把阿妈欢迎，有几下没看到呢？是不是平常？是不是不一定有留言呢？好久没看到你留言哦，你怎样？你怎样？讲到哪位？对，好，建议不要在你的 VTuber 账号。放情绪垃圾，建议不要。这个有欠缺参与感，跟我刚刚这人性格不好的问题，是，就是没有参与感，就是他没有人可以跟你的这篇贴文产生任何的互动，你知道吗？别人留言要说什么，拍你嘛，那你看起来超生气的，谁要拍你？对，或者是也看不出那个你到底在讲什么，是要怎么拍你？虽然我知道那个发推的时候，蛮多人都喜欢先不问怎么样，反正先拍，对啊，但是是的。别来跑弄出来，连当风拢来 MC， 是落来把拢伫做工课了后偷看，今日嘛当下班登出，哎呀辛苦了，偷看嘛不一定爱迄个啦，偷看不一定爱闹的，大家迄个看台就是舒适的好，来看台就是自己开心舒服就好，不一定要为了我留言但是有留言我看到会很开心哈。对啊，谜语人，对啊，不对啊，就是谜语人啊，就是。你那样讲谁看得懂啊？看不懂是要回什么？简单讲就是安尼，不过会当看好这文本那是有好笑的会使啊，好笑的话可以啊，稍微聊到上面争议性言论的话题，自己作为学生以及后来教学的经验中，我认为学生会说这些话，往往是追求某种超越性，比如说身边的老师都不敢说关于某些器官或者是关于性的话题，我说出来好厉害有可能呢，有可能哦。有的人是身躯边的人都不敢甲原住民同性恋还是黑人提来讲笑亏，我敢讲我很厉害哦。有些人确实是这样，对。然后我观察到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喜欢讲其他种族迫害的笑话，但其实根本就不好笑，它甚至就是一个谐音梗。然后这个谐音梗已经讲，就已经一堆人讲，不知道讲几百次了，就已经听到就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好笑的成分了，但还是要讲。然后我自己有观察到，有些人讲这种笑话，他要的其实不是好笑，他讲这种笑话的目的不是真的觉得好笑，他是有一个认同感，就是其他人也会跟他一起讲这种笑话，他就开心了，超无聊。对，那
对，所以我会把常常碰到这个状况。我认识学生讲地狱梗，同时原住民玩笑都会说，我认为你在说这句话是在处理一个你不太理解的话题，所以如果我有更正，请指正我没关系。但我认为你只是认为说这句话自己很特别，并不会否定你说这句话的权利。如果你想要对我开这个玩笑，我也有权利和你分。哇，好强哦！如果你想要对我开这个玩笑，我也有权利对你分享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认为这才是公平的。哇哦，并不是因为我是老师，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对等，所以你跟我开这个玩笑是准备好好讨论这个议题。哇哦，大家可以学，我觉得超帅的，如果我有说错，请指正。OK， 不错我其实偶尔会做有一点类似的事，就是这个也是关于公关考量，就是有时候我看到一些 VTuber 朋友开一些我觉得不适合的玩笑，或是消费一些议题，我觉得 no 不太对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一个选择就是直接在留言区直接跟他讲那可能会给他难看，或者是会出现一堆护航的人变成你难看都有可能，对，所以我不做这件事情。那我会做什么事情呢？我会投他棉花糖，对，就如果我觉得我的有多余的心力可以去帮助对方变得更好的时候，我会投棉花糖。然后没有像阿修罗外把讲的那么好，对，我觉得阿修罗外把讲的我很喜欢那个，就是我并不会否定你说这句话的权利，但是你想要跟我讲这个话题的话，那我应该也有权利跟你分享我的看法，这样才公平。我觉得这个超好，我还不知道可以这样讲，对，但是我确实会投棉花糖，直接跟我看到有一些不当言论的人，对，我就直接投棉花糖跟他说，我觉得这个笑话可能不太好，因为这样，那就提供一下我的想法，你可以看你要不要改。对，有时候觉得个性不合，会直接静音对方。对啊，这大概人选择无同我较鸡婆，我就较鸡婆，我就是比较。等一下，鸡婆算是一种厌女词吗？如果有人觉得这个词不应该继续拿来用的话，可以跟我说。但是我暂时找不到更可以表达这个意思的词，所以你们有想到的话，可以跟我说。还是就讲插人的婴仔台好，因为我就是做爱插人的婴仔台啦。我有时候就真看不落去，我就会投一下名糖。是我若有对方的私信，我有可能会直接跟他讲，嘿，真正是好人算吗？好，避免使用。嘿，我的好人啦，好人。通常都是 bro 就不好笑，对啊。但我觉得有些人就是你跟他讲不好笑，他还听不懂，你可能有时候还是要跟他解释为什么。他才会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也不会自己去知道为什么。突然意识到鸡婆这个词可能是对啊，鸡婆那是叫那个照考据的话，鸡婆那个鸡其实不是动物，那个鸡鸡婆其实不是鸡婆，其实是家婆鸡婆这个鸡婆就是可能是管家的阿婆管理家里的阿婆。对，所以应该是因为有这个刻板印象，有这个厌女的刻板印象，所以才会有这个词。所以讲一讲，好像觉得不应该继续用多数多数也才讲德数应该 OK， 应该 OK。德数好，帮你的讲德数。好，讲到倒位差不多对啦。那个甲 VTuber 靠着对，但做这情绪的本色就是有这个问题。好，讲到转来另外一种脸不拉筋，上有说脸不拉筋就是说教，说教，第二项说教，有的人会伫家己的有的人破门的时阵，就做爱脸不拉筋的，很爱说教什么叫说教？说教就是对你其实不熟的议题，发表一堆高谈阔论，比如说辩论讲。你就无介了解台语，莫记这个换一个，你就无介了解咖啡，你对咖啡无做了解，毋过你就是硬要讲一大堆你知影的咖啡的代志，还是你认为的咖啡的代志，就你对这个议题其实没有很深入的理解，但是你就很想讲，然后你就会在自己的这当然是你的自由，这是你的自由，对你有这个自由在你的。自己的账号发这些内容，但我觉得长久来看，这对你的公关经营不是很好。可能一开始可以骗到一些对这个话题不熟的人，还没有很深入了解的人，但是久了之后呢，这些人就会知道你其实没有料。对，就是这些人如果有持续去了解这些议题的话，那他们其实照理来说演算法
会让他们接触到真正了解这个议题，然后产出的内容真的有价值的人，然后你就会被淘汰。对，那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呢，与其对你不熟的领域，与其对好多个你不熟的领域发表浅浅的看法，不如你就针对你真的熟悉的领域讲一些有用的话，讲一些真知灼见，讲一些有用的话。有时候是愚昧三秋，对啊，我也觉得有时候是愚昧三秋，就是叫是自己就搞，其实没盖搞，以为自己很厉害，其实没有，就是你处在一个知道一点点，但是又不知道很多的时候，你会以为自己懂很多，这是真的。对，那怎么避免这个问题呢？多读书。对，就是如果你对这件事情你有在意，然后你有喜欢的话，你就会持续进步吧，所以你很快就会脱离那个愚昧三秋，你就会从那个天哪我好会哦，马上进入到我怎么什么都不会的这个过程。对，是的鸟比钩之余，阿公去回复别人的留言也要避免说教啊。对，不只是 po 自己的文，确实回复别人留言的时候，真的是也要避免说教。有一些人可能就没有想要被有一些人就没有想要被教育，有一些人他没有在问你的意见。对，那如果别人没有在问你的意见的时候，你去说教，尤其是如果你对这个议题真的没有很熟，但你硬要讲，你很想讲的话，对你的形象就只有坏处而已，完全就是会让人觉得看得很讨厌。讲白了是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尽量避免。对，所以呢，比如讲我啦，咱讲我就好，比如讲我算是对台语的话题拢较有兴趣嘛。不过若是有的人咧讨论台语的话题的时阵，我敢会去留话咧？不过要看情形。比如讲，咱若是对台语有认捌较深，咱就会知影讲，其实是有台文会当甲台语写落来。不过大部分的人拢唔知嘛，大部分的人拢敢若知影会当用华语的这个话音来写台语。这摆有人讲叫做花青文，有足侪人因想要因小可会晓台语，不过无研究较足深，因互相咧开讲咧讨论的时阵，因唔知影会当安怎写台语啊，因就会用花青文，因就会用花文的话音甲写落来，不过，我敢会去甲人指教咧，我若看到，我敢会去甲人指教。如果我看到有人用华语的一些空耳、一些谐音在写台语的时候，我知道有更好的写法，我知道有台文可以更正确的把它表示出来，但是那只是 A 跟 B 在聊这个话题，我会去指教吗？我不会，没人甲我问我若去留话嘛是互讨厌尔，所以的卖，哇，等下我应该安怎甲你称呼？感谢欢迎讲了。达科内属，感谢那趟达科内属。我应该怎么叫你的名字？等一下，他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我来拍字拍不出来。我拍字拍不出来，救人！欢迎达克涅斯降落，多谢，感谢大家帮我讲，欢迎降落，开台辛苦了，欢迎你来看外台，我平常开台好像讲台语比较多，所以听不懂的可以在聊天室问其他人，哇，你好啊，感谢达克涅斯的降落，开台辛苦了。然后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会记的网络和出兵啊。我大约就是平均大概2个礼拜一次，会在礼拜5晚上开这个永别出的告解，然后就用台语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出道的时候的美感。是这样没错。然后来跟新朋友打招呼吧。首先是达克尼斯、安安，还有谁跟我打招呼？谢谢。好啦，欢迎你们来，应该都有吃晚餐哈，这个时间还没吃，就有一点太可怜了。对，我有吃，今天有吃。公告德维我们现在在讲那个啦，如何避免公关危机，然后其中一个就是不要说教，好跳对，不要说教。这种情况就蛮麻烦了，就是以为懂，然后开始聊，然后结果就发现有更多不懂。
读到哪个程度算是真的能有资格出来谈的话，又没有一个标准，所以就会被骂回去读出来，被骂回去读。我觉得，当你知道你懂得不够多的时候，就可以马上说，我好像没有懂这么多。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哪些东西不知道。就像我自己知道我的台语程度没有真的好到可以被称为专家学者，有很多东西我是不会的。对，那如果有人问我的时候呢，我就是会告诉他我会的部分。如果他问到我不会的，我会很诚实的，马上非常诚实的跟他说，这个我不会。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吧，我觉得最重要的。然后很多时候会让人觉得在说教，可能是因为你在讲对方早就知道的事，或是你在讲对方早就想过的事。对，但是这个就比较难，确实你可能比较难知道哪些事对方有想过，或是哪些事对方没想过，那就只能预设对方很聪明。对，我都是这样做的，什么意思？我都预设对方都有想过啦，除非对方直接讲了某些话，让我知道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这种时候我才会，而且我知道他想被指教的时候，我才会指教他。不要当自己全部都懂，然后用一个老师的角色试图扩大自己不确定的知识。是。我感觉上恐怖的就是有的人，他其实没解确定，不过他就硬要讲教。比如说，我想一下，可以有什么讲了不会烧起来的？我最近观察到很多让我觉得有点看了觉得有点皱眉的很多现象。我想一下，有什么例子是可以举的？不能每次都举台语吧？可以吗？可以。好，好，我有观察到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因为大家普遍的台语能力没有到那么好。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历史跟语言政策的原因。但是有很多人他的台语其实没有很好，然后他对台语的很多东西其实是不确定的。比如说，咱怎样台语有腔口，大家可能知道台语有不同的口音、不同的腔调，就是会说什么北部腔跟南部腔有一些词不一样。对，那有一些人呢，他其实不确定讲这个，我想一下怎么说，有什么例子啊？他不确定这个词，主播讲的跟他讲的不一样，他不确定是因为腔口不讲，不知道他不确定是因为南部跟北部腔调不一样，也不只有南部北部啦，其实不是这么二分法，但对，就是他可能不知道是因为腔调不一样，他不确定，他以为是主播讲错了，他就会开始指教，他就会说啊，主播你台语怎么那样讲，我们都这样讲，但其实你没有懂那么多，那我觉得最简单的啊，就是你要指教一个人，你到底有没有资格指教别人呢？首先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执照、证照，或是任何的能力，就是检定嘛。就是最简单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的方式，就是去考检定。如果你想要知道你的日语能力好不好，你去考日检；如果你想要知道你的英语能力好不好，你去考英检。那台语其实也有检定，所以如果你考不过，那就不要指教别人。对，好，讲太多了。最后一页，过来最后的重点bonus 啦 bonus 就是我大概唔知影要整理伫倒一个，拢会放伫遮。头一项针对代志，莫针对人，上重要的就是咱做任何的讲任何的代志，也是要批评任何的代志的时阵，咱拢是对代志，莫对人。像我头拄仔有举一寡例，我拢是讲代志，我拢无讲是啥，我都是讲事情的经过，然后不要说是谁，对，不要指名道姓，对，这样通常比较不会烧起来。若准你讲这个行为讲的大家拢知影迄是啥，而且你讲的这个行为真正等一下，超不会念这个字。call off， 对，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很可恶，然后大家都知道是谁，那是那个人的问题。只要你没有指名道姓，通常你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对，然后这个恶意的老话，不是 Coco 啦，不是可可啦，恶意的老话，也是恶意的棉仔糖，其实你不一定爱回哦。就是当然通常呢，有一些有责任感的主播，比如说我会觉得好像每一则棉花糖都应该要回，但如果很明显就是恶意，然后没有重点、没有内容，对你发出来完全不会有任何帮助，
对你的形象完全不会有任何帮助。就是他那个棉花糖的内容真的是太臭了，然后你回出来你一定没有好话，那你就不要回，你不需要回，你可以不用回。而且呢，这些人呢，他可能就是想要看你生气的样子，不要让他爽。有一些人投这种恶意的，就是恶意的内容，他就是知道你会生气，他要的就是你生气，不要回他，不要让他爽，对，就这样。好，过来，应该爱回是的时阵就爱回，你若是硬要变改就会愈歹看，对。该道歉就道歉，对啊，道歉文必须学怎么写，真的真的很多人的道歉文真的都不知道在道歉什么，或是那个说发一个声明，但其实也没有要道歉，就只是在狡辩，大家都看得出来，对，就是真的该道歉，你真的有良知，你知道你做错了，你就不要狡辩吧，你就不要帮自己搬台阶下了，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被骂，然后也知道自己站不住脚的时候，居然不是想要就是真诚的跟大家说，哦，我知道了。对，有些人就是想要帮自己想要帮自己正当化，然后帮自己搬台阶下。对，我不知道啦，就是他可能觉得搬台阶下看起来让自己形象比较好，但其实没有，其实不会，你看起来只会更可恶而已。对，知道的人有在 follow 的人看了之后只会觉得你更可恶。所以不要好不好？就是该道歉就道歉。那道歉文怎么写呢？今天没有想到要教这一 part， 但是道歉文怎么写有什么好讲的？就是不要用 AI 写啊，自己写好不好？你有本事得罪人，你有本事言上，没本事写道歉文吗？对不对？就是没有啦，就是如果你真的走到一个必须道歉的地步，你已经错到必须要发一篇文道歉才有办法挽救自己的形象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要看到你拿出诚意，你就老实点啊，写的不长也没关系不用说一定要写那个1000个字谁看得完，不用，你就至少看得出来是你亲手写的，看得出来每个句子是你自己想的。不要看起来一看就是 AI 帮你整理，也不一定是帮你整理，甚至整个帮你生的，就不要，就看起来是你写的，看起来就比较真诚，好不好？有很困难吗？对，就短短的也可以啊，或者就算你觉得短短的看起来没诚意，好吗？那你用手写拍一张照片，看起来多有诚意，看起来更有诚意了吧？好不好？会不会？就简单吧。希望大家不要用到这个啦，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让自己走到必须道歉的这种地步，好不好？骂人是奖励，对吧？又没付钱，就是你以为投梅花糖就会被我骂哦？假卡巴没有，你没付钱。不要让梅花糖刷存在感，真的，他们就是想要被看到，对，所以对他来说最大的惩罚就是你不要让他知道你有看到，对，最好是你就一副没看到的样子，这样比较能就这样才不会鼓励他继续做这件事情。他道歉不会卖惨很黑，对啊，有些人就明明自己理亏，然后就在那边说，为什么我要被骂？就已经有很多人告诉你为什么你要被骂了，不要再哭了，好不好？对，拜托，真的不会道歉可以寻求专业公关，我知道可以找一个兼职经纪人为你服务。对，陈火社有在考虑当大家的兼职经纪人，如果有需要写道歉文不知道怎么写的话，可以来联络我，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对，虽然我觉得我可能不是专家，但是我觉得有多一个人帮你看一下，一定比你自己一个人做不好来得好一点。好，道歉文的话，点出知道自己哪里犯错，然后要知道大家为什么生气，以及未来会如何改进。对啊，就是真的耶，我觉得有机会，甚至可以考虑开一个教大家写道歉文。我发现我们现在进入到 Q&A 了，好，对，不是啦，找陈火蛇当经纪人可以放心言上，不可以言上。对，找我当经纪人，我会防止你言上，好不好？对，就是你发文发出去，如果我发现完蛋，你发这个会烧起来，我会马上提醒你。对，但如果发出去已经来不及了，已经烧起来了，那我也只能教你写道歉文了，我还能怎么样？对，我还能怎么样嘛？对啊，道歉文要知道自己哪里错。我真的觉得知道自己哪里错了蛮重要的啦。对，然后，对啊，然后未来会如何改进，这个也蛮重要。教大家写道歉，好，我会考虑开这个台，就是这感觉是可以做，但是我要有个情境因为什么被骂好难想象哦。对，好的，对啊，未来会如何改进真的很重要就是你不要道歉完之后下次还敢，这样没有意义啊，这样没有意义啊。对，我觉得
好吧，我们留到下次再讲啊。我们留到真的在写道歉文的时候再来讲这些细节。虽然我好像还没有走到需要写道歉文的地步，好像还没有做过，好像还没有犯过这种错啦。对，当然也难保不会有那个因为过于愚昧而犯错的时候，那当然是不一定。对，但目前还没有这个经验，希望不要有。好啦，大家刚有啥问题想要问的 Uber 还有吗？还有什么想问的吗？快点快点，不问我就要去休息啦。我来看等一下降落去哪里。好赞哦！今天收到3个降落，太开心了，太开心啦！有吗？有吗？没有问题，我就休息啦。大家若是小等要吃宵夜的，就去吃哈。对，咱去吃。陆大宝箱啊，还好啦，我就跟大家那个说教没有啦，跟大家拉赛啊，讲一些也好啦，也是蛮有营养的，对，但是就是分享我的看法而已啦。对，那如果好，那就这样咯。那我们明天下次开台是明天傍晚6点，傍晚6点我们要来年度回顾，对，3月14年度回顾，因为宝箱怪的一年只有10周，对，所以我们要来做2026年的年度回顾，来看看2026年的定的目标有没有做完吧？偷偷剧透，没做完，对，但是我们会一起来看，对，然后可能就再稍微看一下，就是这一年，对，虽然才过到3月14，但就是看一下这一年做了什么好事，对。还知道7点我跟伊里要过白色情人节，好啦，对，就是6点回顾一下，然后7点我们就会准时去看最新的一支翻唱，到时候就会那个对台语填词版的 V 酱，刚刚有人知道静音嘛？那你们应该也知道初音跟虚音吧？那太好了，对，就是明天会有那个台语填词版的，算是一首 V 加经典歌曲，大家一定都应该都听过，蛮确定大家应该都听过的一首歌的台语填词版翻唱，非常浪漫哦，跟伊里一起 cover 的，非常浪漫，浪漫呐，对啊，我们就对，就到时候去看好不好？好，反正都是明天的事情了，那大家可以去吃宵夜，好好休息一下啦。那现在来进入最困难的环节，就是找一下我要降落去哪里。好，那就这样啦。我没跟你打到招呼你是 Santa， 晚安，欢迎你来，晚安啦，好期待，尤其是歌词，你都不知道歌词要怎么写，想贺喜啦，好，那好，晚安，好，大家晚安，对，不会辛苦，对，蛮开心的，就跟大家打赛，不是打赛啦，跟大家狗戏赛啦，好，讲完了，大家再见，拜拜，我也可以去休息一下了，对，太好了，大家可以去剪片。剪片吃宵夜，我还要吃宵夜哦。不是，我还没找到降落，我现在要一个人在那边讲一些没有什么建设性的话，然后一边默默的找降落去哪里，好好笑。对，其实本来有想要降落的地方，但是他居然没开台，我本来以为他会在固定时间开台，那也没办法。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救命！救命！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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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吵！我再可以去哪？我再可以有人去日本玩呢，我们去看骨头面好了。耶，拜拜。